嚟到沙梨頭公聯後面，位置唔止少少偏僻，但去到一定會眼前一亮。松嘅前身係一間老宅，鋪頭沿用返古風木質裝修，充滿悠閒氣息。呢度啱晒靜靜地放空自己，坐下咁就一晚。古色古香嘅桂花拿鐵以濃縮咖啡為基底，加上桂花糖漿，最後再倒入牛奶。桂花嘅清甜中和咗咖啡嘅苦澀，最後牛奶仲豐富埋成個 texture。用富士山嚟裝 dirty， 完全係天才啊！咖啡亦好似山峰咁慢慢流落嚟，變成漸層。飲落少少甘苦，但係整體都好順滑。呢度嘅牛焗窩夫鹹甜味都有，朱古力味上面有朱古力醬同埋可可粉，呢個上面嘅芝士仲有啲焦香。私人俾多個 tips 你哋，而家成為 Ola 澳優遊會員，仲可以即刻打埋9折。